你都要呢，才拿你抱到上了，还不是白给噻？人家都说要放在床上。啥人？这个人家是啥人？粉丝都说的，哪有小孩一直抱着，他躺着不闹就让他躺着呗。奶奶都要奶奶回来打听二哥哥，反正还不是白的呀，哈。哦，谁料今天中浪向再等到2娘吃啥么子？来上海上当，嘿。这个鸭子像4个玉米，今生用4个8一半牛。哎呦，好还吃着。妹妹姐，进上贴货，总归洗得了那米麦啊透透。你想个牛哪多啊？怎么当着嘛？还很累呀。就懂的。哎50。再猜。2块。我送不来吧？你6块不够。这个汤才是鸡锅头猪锅头熬出来的，洗得了我米麦也去种。还起来等去看房子的，啊屌夫嘛还不来嘛，马自己弄个房子，哎呦开心得不得了哇哈！门口那边真多哈，后来看见啊屌，看见来面翻啊翻，而且的，你讲不认得个房子啊房嘛，啊是个。现在也来看房子的，富丽堂皇个售楼区，一批多个40亿户头，哎呦！那操，没有那最好，哦哟我这还。他女宝宝是吧？男的，我们孙子啊，那很秀气呀。哎，你看看我一件红的英雄衫呢，389的剧雪中飞，上个礼拜老雨湿的大，现在西北风雪哩哩，但是我3年买大房子啊，现在这个要400多少钱？4顶楼是最贵的，要300多万。要买嘛就要买高的哇，那他妈没太阳光管。他50多万的，你买顶楼，他说1楼只要。根本那套的是分散开的呀，你非要来他几波呢，你一样没，所以说你这个险不能冒。我们50%都是政府的。买的时候都是这么讲的。我就问你，苏州有烂尾房没有交房的吗？苏州没有一个。万一挨到我们一辈子的心血就没有了。所以你就太无知，没有人轮不到咱们，咱早就卖完了。真的也像你个人讲的，但龙我问熬不到男的，你回来今朝孩子吃都不送侬，你真的来看房子，一边听你擦屁，真的来他几波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应。你想想看，市交应24000亿，这么多800多万的，人家都不怕的，你一个200多万的，你就是怕烂尾，怎么可能呢？指望千万不能冒，不管你搞得哪样天花乱坠哈。我也是这么认为。空税太巴拉。那他那个楼上不是都贴全部都卖光了？你干嘛搞？你看几个呢？你看搿面的2年了多少来10步，毛得他只为10步了，来在天光着，虚头花西，汽油个朋友不是讲个，还毛得不得了，上次来顶来呢，你说明毛不脱，你到底讲别人50万，你讲我马上毛。